喺現代化嘅香港，四處都係高樓大廈，我哋嘅生活節奏好快，好少有機會可以靜下心嚟。而今日我哋就嚟到咗位於鑽石山嘅志蓮淨苑同埋南蓮苑池，同大家喺鬧市之中揾一片安靜嘅小天地。一踏入志蓮淨苑嘅山門，外面嘅煩囂即刻隔晒，一片寧靜嘅禪境就喺眼前。呢度係坊堂佛寺，閂門一日就等於由凡塵帶入清靜之地。抬頭望唐風建築嘅屋頂線條好平穩，好舒展，灰雅簡潔大氣，莊重得嚟又好典雅。同後期建築唔同，唐代風格最講究宏偉簡約，大氣而內涵。屋檐下面嘅斗拱一層疊一層，錯落有致，承托住成個屋檐。唔單止係靚，仲好實用，係唐代木結構建築最標誌性、最靈魂嘅部分。再有啲睇房梁同木結構，成座建築全部用榫卯工藝，一粒鐵釘都唔使，木件之間互相緊扣結合，紮實又精巧，係中國古建築嘅智慧。除咗精湛嘅木構建築，院入面嘅盆景都好有睇頭。呢度嘅盆景全部都精心修剪，方寸之間展現山水意境，小中見大，樹木蒼勁雅致，配埋山石青苔，同唐風建築互相輝映，靜靜欣賞會覺得好舒懷，好寫意。想過雅致盆景，眼前就係院中蓮池，蓮花於佛家之中象徵住清潔不染，出塵世而不垢，守本心而自清。沿住路再前行，就到咗志蓮淨苑嘅天王殿啦。呢度奉護住護法諸天，守護住成個道場，提醒咗我哋要用正念守住自己個心，唔好俾雜念亂嚟。隔籬院林入面仲有白色嘅尊聖鐘，上面刻滿咗佛經，用嚟祈福淨化。靜靜咁望住佢，好似好莊嚴，又帶住一種好寧靜嘅力量。成個志蓮淨苑唔單止係建築好靚，就連一磚一石都係教緊我哋要喺喧鬧之中守住一份清靜嘅心。沿住路再前行，就到咗隔籬嘅南蓮苑池啦。你睇呢度嘅亭台樓閣，全部都係仿唐風，線條好靚，同志蓮淨苑嘅建築風格一樣。行入嚟就好似入咗古代嘅庭院咁。園池入面嘅石頭都好有講究，呢啲石頭有高有低，有疏有密，一塊塊就好似天然嘅山面咁，將大自然嘅山水意境全部濃縮喺個園池入面。園內嘅水不停流動，水聲清脆，流於石頭與花木之間，有動有靜，令成個園林都更有生氣。而家我哋嘅生活越來越忙碌，我哋經常會行得好趕，行得好急，唔記得咗俾自己一啲喘息嘅空間。志蓮淨苑同南蓮苑池就好似鬧市入面嘅一片淨土，呢度一步一景都俾我哋暫時放下煩惱，好好咁樣感受生活。如果大家有機會，我都真心推薦大家過嚟行一行，揾翻內心嘅平和同安穩。